再过来是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，互伊真无聊来野聊，讲参加大甲妈的行程灌水，若无行完全程，搁偷偷坐车骑铁马。啊，郭文铁的太太陈佩琪嘛加入到战会，帮家己的先生来讲话，讲郭文铁将来都毋捌讲要用双脚行完全程。陈佩琪搁加码来订一张20万块的汇款单，讲这就是当初补助迄位无聊买摄影器材的金额。啊，迄个无聊是气噗噗咯，伫个面册来回呛，讲伊一个月薪水才4万块，当初家己搁补贴着真侪钱来买器材，讲迄个总价值咯都毋拿20万。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今年搁再一遍来参加大甲妈祖的游景，伫咧面册顶悬连续3天来发出着伊的感想，也毋过说互过去的摄影馆来野聊。过去参加游景，郭文铁根本就无行完游景的规定，甚至偷坐车。那个妈祖绕境本来就很长，你知道？我们是沿着路线，本来就不是从头走到尾的，本来就没有说一路跟到底。跳出来背回，讲原本就无拍算要行完规定，牵手陈佩琪看到真无聊的文章，目坐袂调，伫咧面册顶悬发文章来表示，翁婿敢有公开讲，伊专程会用双脚行甲完成，相信这个活动真罕的有人会用的行完全程。想袂到，搁互无聊来反击，打出着郭文铁过去的文章，讲家己2014年完整行过一摆大甲妈游景的路线，陈佩琪嘛加入来野了。摕出着汇款单，伫咧2016年，甲这位摄影馆斗3工，摕20万，互伊买器材。也毋过前摄影馆就表示，家己服务期间薪水无到4万块，说因为时不时都有人来甲检举，使用市货器材来翕郭文铁私人的行程，定定去互政府人员来检查，佮家己开钱来买设备，更加将伊做摄影馆期间所买的器材全部写出来，总价小早就已经超过20万块。对，因为我们先上车要追妈祖啦。郭文铁参加妈祖游景，却引发到前摄影馆甲太太陈佩琪意外相抢的场面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